伫你迄时阵过了偌久？那怎啦？标准年前。鬼之步，协会的人来自各方啊，多半甲龙脉冲突的退役军人，或各往的小型车大的所在地方势力所组成，是除了抗日联合之外，拥有上侪龙脉珍宝的集团。抱歉，我只会使做一寡紧急处理的，我无想到遐严重。所以大开，行到啥物也会使，但主要是超加速的组织内伤的，迄无好讲。尤其顶礼拜乌邦的抗美冲突地方械斗，死伤家有啊，会当用的药材，也是机械的遗体拢缺，无一个标准酒是送袂着遮个偏远所在。你会使冒险行看小型车大，前往铁兰城的大白鱼啊，或者是伫遮等，无啥物选择。反正上加最后换成机械遗体，鬼方加日是袂当行的伤残军人。是嘞，英泰武林袂当行甲死无较早。喂，这查某人到底是啥会啦？我问的是会啦，查某人。这位甲病人两位拢是我的恩人，家己的事务共款，总是领麻烦。喂，你先出去，我有代志要甲 A 达讲，我要看到大开啊，想要救伊，即马就出去。无代志的你无，医生是我的朋友。小查某仔，这其实是敢是你的情人？毋是啦，看会出，我讲过足侪摆，应该放弃探索龙脉啦。我今日无想要等这个啊，医生，你迟早会甲家己甲尊华害死啊！这件代志愈甲愈大，我要安怎甲你的师傅交代？医生，我加入龙脉协会啊！放弃探索龙脉，若经过我红楼的军用设定数据啊，拜托你根本无应该驾驶迄种军用船啊！若至少甲咱斗相共啊！死脾气，甲你的师傅共款的，你看到了这伤口偌严重，何况你应该今年超加速，就动力甲组织拢互压歹啊！无要斗相共就算啦，我家己想办法。喂，再会。好啦，毋是无办法。啥物办法？因拢共款，决定了，拢无咧管别人安怎讲。等我批，我资料互因，就敢知影了代志。先莫急着走，若有要补给无？有要探索龙脉。加减爱做一寡补给，当尾啊？为啥？啊？这个？哦。这就简单嘞。安怎？佮有啥物要求无？哎，注意安全，龙脉探测准。油量足量悬啊，但总价袂够啊。
小型车单第一半是互抗疫联合赶走的人，看到愈恶专用的流美探测准，就算无现象啊，袂对你受有势。啊，即摆要去几啦？应该状况啊。哦，拢无呢。冲突几方大诶基础诶，多半是冲突了后，因为伤残而互放在老兵啊，因胜利了去死灰哦，希望会当为即群无厝通去诶龙袍找找七星之色，而向来拢无安怎介意外地人，毕竟是遮个记忆哦，记忆龙尾诶人，才会导致龙尾冲突龙尾冲突即场灾难。而且当日汇准嘛，等待上港诶是风人，拢排到毋知要倒位去，但是机械手臂诶货柜敢也袂到。无是说你讲啥物？小朋友，咱莫浪费咱诶时间啊！我甲家己啉毋着人啊，对方随手甲咱打发。万德以红工厂哦，宇宙总矿业联合落令禁止了后，信用万德诶居民会使用标有以红新枪诶小型车新轻，伫表面刻印死者诶名义啊。对伊言，小型车是因诶家，少年人这是凭吊死者诶所在啊，无要吊连线，就赶紧离开吧。若是你欠钱啊，倒是有袂少代志互你做，但无代志莫伫遮肃穆诶工厂应势啊。龙尾冲突了后，失去家人诶囡仔所住诶所在啊。故伊必须接受各种劳动，嘛经常有人口贩子出入此地啊，并毋是充满温暖诶所在，难免也就讨厌者。万德无常，以红赐福，你是龙尾探勘人吗？运气好，照顾咱即群可怜诶囡仔，分一寡互咱吧。会啦，咱必须帮助遮个人。靠呀，莫怪因输啊，军山。世界拢只有遮个代志啊，你管袂了呀。就算你捐款啊，钱嘛只会落到因背后诶集团。下达转身就离开啊，我认为迄是因诶选择。哦，我即摆是下达啊。行。莫甲别人讲我安尼跑甲你斗相共。到尾两只应该要，你是红的土地哦，门兰枝哦，门兰枝，红的勇女哦。重要方位啊，协会登记的龙尾，听爱达讲，因找找师傅即几档间，拢是医生咧照顾，医生也是老款啊。啥物有办法找着龙尾的话，连方位都好啊，敢有困难。内面准备，若有无问题吧？反正啥物，无红楼甲你斗相共，恁真正会当直接扫龙尾，制定一个抽象的地理方位描述。一般人是袂使，但愈乌的话有机会啊。啊啦，无介意我的歌声，袂有啊。甲大开讲的共款，你真是愈乌。龙尾冲突是龙尾冲突时的活体雷达。乌塔新闻，不是人者103号、108号。以上，今日去为5楼都苗处决女巫4人者资格。
你有 A 的，买卫星100块，就算等于4楼啊，未来伊也是会当参加乌塔事务咯。这2档就变成安尼，真正无想到，也以为伊是天才咧。但恁讲伊迄救不了啊，成年了后声音颠倒会渐渐歹去，所以重要诶歌法会变你发袂出声音。伊过来讲话较细声，创啥？伊以前骄傲诶一副啥物拢会晓诶款，我骗来。嘿，骗子！有想讲家己足够诶，即马变回4狗，还想要爬起来呢？喂，伊是种安静，袂抢我诶女哦，哈哈哈！点去，有塔内底不准讲啥道士啊！所以讲吼，台语小小你讲了好啦，转落啊干咯啦，感谢。现在就动不行路哦。比起活体雷达，你先互我愈学会较好一寡。感谢。我无去了。这头一摆看到地图，但这地图龙尾位置，我只要伫遐找着蒙吉兰，医生就会当替你无诶轻微治疗伤口。这是任务诶说明，会使较紧诶，这就慢诶。废弃诶龙尾顺号，这有足侪异常诶顺号，这咱说说。但无大咧，会使过。我先走桥真好啊，走桥真。无要惊收到。但是说规叫个弯过顺号是人为开发的价钱。本况就伊伫上多时阵破坏大戆精哦。OK， 我不该坚持来到群山呀，这所在无适合咱。小主，只要是开放两马经营权的行车系啊，咱拢调查过，听过因太阳的声音。是你家己选出了群山啊？选出了群山？我可能做毋着选择我。要成为家主的人，莫凊彩为家己的决定后悔。梁明甲你讲，梁明甲你讲，你该去遐，一定有伊的理由。但是对着梁美的沿海人，倒位有矿美，就咱的作者。如果群山的梁明，你一听就无法忘怀啊。那这就是你的本命美。小主找着梁美啊！开拓物家的心无一市场吧。哦，大黄金哦。会开迄哦。粉碎四金元酒，龙尾龙尾清楚报录的硬质词库，因为顺度甲对声音频率不一，难以用作工业的燃料，却因为民间对龙尾的崇拜。也互加工为各种工具或者是计时用品。我是要来遮找物件吧？啊？你看到？你看过？毋是遮？毋是遮，应该是遮后面。插入编辑卡甲
甲面肉甲面肉宽香确认啊。QBC UPS 03龙尾探水船，生物酸真负哦，真早起启动，同步对枪 A 啦，声音调教，启动龙尾强震仪哦。这。阿姊，龙尾强震仪已经准备好啊，开始进行强吧。使用 B， 启动龙尾强震，探测到可疑的亮明声，开始侦查。轻轻的唱，试着找找会当甲我歌声共鸣的亮明。你遐看？你遐看？看无？我都看无啊。现等。我叫是歌声，结果毋是啊，我看无咧。到底是毋对啦，靠伊哦，是哦，用迄个啦，系啦，不要算，进行声音录制，重曲的亮明，如何亮明？尽管大家讲伊若后受伤，袂当完整换去啊。甲我头一届拄着伊是声音无共，即届重曲伊明亮啊，敢若唱出古老的想话。如何亮明分析完成啊？导航至音源发生位置。Good。原始龙尾顺河，本空尾伫银河8,829年啊，由罗顿家族所发现啊，目前为龙尾协会托管，仅供采集万道文明研究之用。龙尾819罗顿。毋对啊，就是这，太好了！你贵族今晚毋是应该欢喜？你就是接下来就是你诶代志啊！龙尾我可无先定，这物件炸咧，这是我声音，我是音海探勘人，我会当透过，我家己会当透过演奏法。听讲你放假诶时阵是用阿姊诶声音才开了门，迄是伫厝诶状况啊。歹势，就当做是为你诶伙伴吧。了解，你袂认得龙尾诶俗语吧？啥物文兰枝哦，就是探勘用诶简易诶扫描装置哦，会当帮助你分辨龙尾中诶花草种类。希望你诶伙伴早日结果。是咧，多谢，毋免多谢。我对龙尾花卉哦，也算熟悉啊。太空船嘛有储存的空间，加伊带倒来的话，会当卖着最好的价钱，最公平。伊除了形态扫描器。若对龙尾俗语的认知，阮超乎我的想象，知
曾经叫我摕着扫描器甲伊刻，尽管这会当鉴定百种小物啊，但以即个微笑来讲，这只是愈我基本。哦，小型车龙尾819，大开你无？敢听着我的讯号？啊，为啥大开要落来？真清楚，大发生状况足清楚。国家南面啊，拢会支援你啊，有状况都直接汇报。你无？大开你不应该赶我落来对啊？为啥小主保护你是我的义务啊？安尼是通保护我转去？无代志诶，我即摆意识足清楚。医生对小主诶态度虽无好啊，但紧急处理倒是无话讲。看，只是惊都无啥物代志。歹，这 flag 啊，做死做工。听啥物强啊，拢行袂稳诶，你会需要我诶小主，使啦。这敢会是问难机？老乌茎，即种花风吹过诶时阵，花蕊诶微小诶四晶体会碎粒飘落，然后就凋零。因为多半互用做送白诶花啊，伫市场上需求不多，若是如此解释出花。伊若讲文兰子通常生伫小型车诶中心啊，当然无迄简单。啊，老乌茎。哦，过来，哦，我记者。看着，敢看着啊？敢看着啊？这开门即种代志我家己就会使。是小助理做你袂歹。会来，敢头头敢有啥物件？我等一下，应该会使等去啊。这样袂使等去。哎，我等去啊。看起来农民箱拢互小屋破坏啊！这爱找看卖，毋知敢有进入内底新蛋的方法，免你烦恼啊！会袂当转去呢？这假啊！粪，垃圾！但你讲敢使无清楚是粪，敢使敢我咧骂伊，其实毋是。你这歹甲收严重，嘛收严重啊！如果声音嘛无路用啊，几万公里。我听到的声音啊，小可小不准就袂使用。我爱请下达了龙尾嘛，互伊聆听地面的声音。有惊的趁空人，无免靠路哦，对我来。这个龙尾足丰沛的，应该袂歹找啊。这是地下渗出的死水哦，虽然순도袂收管。如果演奏得好啊，开一个门应该无问题。将你的放声器探入去啦，看收音会听到啥物？放声器。啊，就要去先落去。家神的农民，甲 A 大的声音无共，
地美良民家神伊游远，水体震动传到我手中，鼓闹伊哀伤，但声音却断续续。爸爸，毋免我靠女巫迄种兵器，用这个音乐演奏看觅。我讲对。家神的量，家神的量。哦。愈来愈有一个款啊，小主。这是啥物？我想起我头一摆教你龙尾的时阵，即马动作很紧。莫讲无聊话啊，这是要安怎过？莫紧，遐是试水管破裂造成的，冷静甲伊关掉来换就好。第二届就真正的流美，还算有淡薄仔款，是你烦恼伤济啊？刚找着啥物件？这看起来这是云海的物件啊？进前看看留落来吧，莫在意啊！奇怪的徽章哦，追逐优美的云海，世代有人美居各方神系哦。但迄时阵我也毋知影这徽章的意义。所以说，看起来看起来这是极限安尼。袂，不准对过来，你等于开公船啊！当然我靠爬袂去啊！啊，做啥物你？我送你等去过来，袂，行袂当的话，我甲你拍，爱命了我吧，你肺爱一直对伫我身躯边，你是伤患，认为还好吗？幸好显示你袂当啊，袂愈哦，每一个船员拢有生命追踪器吧？我的生命反应如何？把我甲伊讲。对落泉时比起来，上升7.2个百分点。爱命我毋知影龙尾还有恢复能力啊，恢复力量，无代志，多谢。莫甲我讲真笑，小主，记我讲，莫嫌冲动，豆豆来，总有一天你会成为家主。武受远啊！做啥物？小主求村出来。即摆毋是做遮个，我感觉伫倒位看过这个词咧。即摆毋是做这种难确时阵，以物价荣耀起势，莫搬出家族的，以物价的荣耀起势，搞啊！我亲为大开夫人，甲少主性命相连啊，誓保护少主啊！直到成为家主的迄一天，连手都压袂掉。探索龙妹，莫挺强啊！有状况的就讲一声，挺强的是你。真想要看见你找着龙妹圣诞的款。好，我这就转去啊。等于太空船会去倒咧，会去即去倒咧，敢知影？那就挺强哦，冷静行事。
小主，我就交会当甲伊训练啊，轻等于太空船啊。龙华即马无气体，敢有啥方法？啊？哦，即边要气体，甲龙门共款有新枪啊，应该会对龙明侠有反应吧？啊？我也袂当用。即嘛爱哦，超麻烦的。那个红灯箱啊，最新伊轰动伊良民，事异常安定，加上嘛袂变化，却会对特定的声音的频率反应，由液体即变为气体，并发出怒吼般的声响。即种异常的过程，互称为风转，嘛互称为良民。这边。龙华的普面弯略小型的龙门，万道利用伊引导导引数的流动，相关的装置互现代人称为龙尾风水机关。龙尾风水机关。白开，万道神话中，诸神透过去食是伊的名，其实是足科学的。大家解释，龙尾小伫君山是如何互运用伫各种医疗。来，靠呀！我想伊偷调我的良民。大开真好不可思议啊！安怎？你敢看到龙啊？莫开我耍笑啊，形容一下吧。我无法形容哦，四界拢是光。龙尾的影响，的确是神诞的上新处啊。万道主神羿凤，万道神话中羿凤是太阳神石龙烈焰创世了后，遗留的一段车火哦，是紧处石龙的相关性。石龙是所以石龙上高。这顶摆无关联。本龙尾由君山第一开拓者罗顿家族发现，现已捐出作为学术使用。龙尾协会建议龙尾公约依法保存龙尾，且趁空人资助中。这重点。万道秘闻，2轮10天13地，以凤赐福，经以此纪念以凤千万岁。这就是万道的神道。万道图以凤降世。万道龙守制度伫首轮三天5地，图描述的是随色的石龙漂泊，
了漂泊啊，漂泊亿万年的蚁凤，听闻诸神为体内火焰所苦，疑心不忍啊，决心各地如何善用龙马的能量，因伊降世。哈？哦，文兰子，龙马小多半用伫医疗和广泛运用伫军事急救，其少数也具备细胞的修护力。无怪万道的行为中哦，总是有足侪追求不老不死的故事流传。大家听着回答。恁前一个我有听着，我找着，袂歹，试着收音看卖，这看起来是特别保存的龙马，你身处新店深处，矿脉中心是的四水是上清气，应该会当听着完整的龙鸣声，但会记你莫踏入水中哦，分袂我可救不了你啊！伊面仔无现正声啊，还袂当去太空船哦。我回到丁渡口附近啊，做好你手边的代志。龙马819罗顿完整龙鸣，似水的涟漪，散发耀眼的冰拿高门，迄是具有高价开采价值的证明。啊，安尼啊，叫做靠腰，不妙。啊？龙马残留的古老一生，袂当互带走，袂当互带走。哦，袂当互带走。大开我即摆就过啊，咱准备转去太空船啊。敢有听着？奇怪，顺风那大开？哎啦，你连着会到大开吗？目前无接受到顺和啊。有一寡奇怪的状况。哈？附近真实，在空间泛用严谨的力源。讲清楚一寡，啊，这意思是附近可能有别个探勘船。哈？最近毋是君山本地船咯？力源的冰瀑甲你的太空船类似。龙马内底可能有别人。啊？大开你有听着？爱操心，哪会做你了家主嘞？关闭通讯，敢是安尼？哦，安静倒。队长是队长是安怎走啊？龙马冲对的时阵一片混乱啊，而战场互抬死啊！同款，拢要雷波暗杀，毕竟队长是第七组的亲卫哦，伊无啥物势力。支持好人敢毋对？蛮艰苦啊，受之后要去倒啊？为虾米鬼啊？雷道是安尼啊？虾米鬼甲做？我看剩无到几档的日子啊，不如较早投靠别个色主。我看第六组形势也正歹。无问啊，队长替咱离厝哦，讲即种无荣誉，拜托主人拢看待啊，你谈啥物荣誉呢？爱命，你说啥物？卖友，这小鬼啥？太易推人呢？太易推人。第八组，你敢无实在？啥啦？
即群煮来煮去的，我即摆看着就烦。讲话好心一寡，八房是平民出世哦，失请了后无任何势力咯。人走了后啊，有人讲伊诶厝内拢行了，剩这囡仔一个人。伊逐工拢会来遮，甲伊诶阿母讲话，足有名呢。喂，莫搞有咧，大兄你莫哭，谁哭啊？我阿母嘛走啊，但我无哭啊，所以你嘛莫哭。有时讲，阿母讲误家诶人哭了歹看，我会陪你。小鬼无代志，而且讲啥物鬼话啊？我无讲鬼话，我伫甲阿母讲话啊。这小子无好办啊，无你投靠伊好啊。你莫哭，只有受欺负诶人才会哭。我无哭，太医推荐你放心，我会成为家主，保护你。你家己带走，带走袂简啊。小主，家主袂当学袂讲诶，谁教你诶？阿母，好吧，你讲啥物？以后我成为家主啊，希望未来我会当保护甲伊共款诶人。你阿母佫还想要保护大家啊？对，伊希望会当保护亲像伊共款诶人。亲像伊共款诶人是啥物人？哭诶人，互欺负诶人，亲像大爷安尼。我无，我会保护你。阿母讲过，家主应该爱照顾所有诶人，才袂有甲伊共款伤心诶人。小主，我大开胡乱，永远是你诶亲卫啊！对讲机切断啊，别人会烦恼咧，紧出来！可惜，我以为你看到我楼下有个，就捌该安怎做？无聊，我无可能背叛小主啊！我伫遮，谁嘛不准同意。面足红的呢，连伫边境嘛四界现象，退开了伊一命。互着这家死创啥？做来抗美，就是因为伊互经受待见咯。伊是为了恁遮个袂出头的家死啊，拼上命甲王争取权益啊。然后得罪了王，害死咱，就互我家己献互王，用人头换回良马吧。义务会戴罪立功，带回更较侪良马，用心会大开互人。你知影因海人流亡的结果？点去，有解啦，就是因为恁真权大利哦，才会变成安尼。大开啥回答？回答，你无大开的生命指数在下降，惊是拄着啥物状况？你种也是要跑马拉松啊？当作你奇怪，惊死发生啥物代志？啊？安尼袂当行啊，真假啊？要为弯路转去。等，这个有去啊？无。袂带。你无紧诶，大开生命指数足不稳诶。
有啥物船会甲鲲的日元冰瀑共款？大开听着回答。来，对啦对，大姐老对啊。你这个当起哦，我头到无时间。大可以，小主。迄人，发生啥物代志啊？拍玩一个假啊尔，想对伊动手，无代志，咱马上转去太空船啊！啊，等，爱命，莫动伤口啊！啦，大开受伤啊，需要去救。来，我马上落，你等下。来不及啊！你无听我讲，是有界刺客，我又是第三、第五组合无诶。啥物？我赶走因啊！你了后要爱说伊啊！是安怎赶走？无想到连即种秘技嘛找会着，大概是现象诶真无所造成诶。爱命，看无使着，莫讲话，我马上回船啊！敢会当行？较慢诶，就好。真见笑，伫排咧我是啥物称谓啊？莫讲话，小主，伊敢会记你？做代志莫受冲动，好，冷静到头来，了莫袂记你讲过，保护人个，莫受欺负，好，答应我，找着龙妹啊，成为一个好家主。了，小主，我讲莫讲话，有家的人靠了歹看，是你讲的，好，老鬼，喂，看。阿咪啊，莫讲话，知啦，我嘛是会看状况，所以是发生啥物代志？无讲，应该是乌帮。有帮我找出附近有能力发射宇宙中观察的太空站嘛？莫管你无你要求啊，啥物灵魂等于银海。两位上对了控联炸弹发布禁令，连近人间透过私人的轨道发射观察，云山总有一寡控联管袂着的所在。不管是互现象抑是互攻击啊，拢毋是你害啊！我无介意拖累人啊！不管间隔或者直接，你知影？但是你这歹毛病啊！啊？这是啊？啥事？本球是啥小啊？西周，万德小龙上会的大本营，拉玛的上人。西周啊，这边非法违称西周哦，就感谢斑鸠，但连笑的我，
就歹接受，就难接受，家己会安尼四界流无？对袂？我呢，牛种足劲诶。像我近诶补给站，听讲叫做流美冲突技能塔，使用解析试着找找看，敢使食过？袂使哦，一定爱因为伊水拄好高诶。要安怎用？米哦。流明虾，这是做流明虾。就要吹啊！你哪讲啥？哪讲？解释，S 咯。异常会小顺啊！解释讲，解释是安尼解释。两面相对技能塔，因不在了，因不在老去哦，伫厝点眠。过来啊！奖金6年，想到当着白互代志很麻烦，安怎？印象中对方的通讯官发现家己母毋对啊，淡薄无解啊，却又还放弃了咱。流美冲突纪念塔，了解了。流美冲突爆发原因啊，不满抗疫联合对控权的干涉，小型车带大个军线所在势力，甲抗联爆发大规模的冲突，留下的废墟为流美协会收购，作为吊量王者的纪念塔。纪念塔管理处，如果有还未走顺迄个清属哦，会当伫遮登记，副指挥会为恁找出啊，甲咱对话老兵的声音充满机械感啊，伊使用了类似 A 大的声音辅器啊，只是型号偏旧哦。遮个工作人员皆是上班了后回归生活，使用遗体老兵。我就会调这个。下骹有面啦，无我无要用，这个用了。来收购纪念塔的嘛，如果即马副指挥缺人手，伊就比处理比感谢当年的勇者。无因可无今日自由的小型车道，红楼军队最近足欠的，这也是一个机会，爱请你无斗相啊？好啦，你无。当年我10分6撇啊，只要会当帮上军队的所在，始终不遗余力。迄是证明我也会当拥有骄傲的风范。管理员对于辛苦10分爱意，所以因互咱钱同样数金币着量赐福，愿力出手如耕远离黑暗。抗联的势力范围之外，足侪军山人排斥使用抗联的货币信用点。因伫使用这由万道小量商会发现，混合了微量数合金铸造的金币，相对无用啊。即阵是
即阵是暂时对抗抗联的王牌哦。战胜了后，成为了王者的纪念塔，行入了王台的军仓内底，战士的威物摆满军舰，退的老兵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带领访客行过天道，反声讲诉说着逝者的故事。之前啊走找龙尾的探空人，真无厉害真多。你看到的即阵龙骨是由兄弟的灵魂所住，如今随时拢要放趁。我袂当囥着伊散落等于宇宙的大海啊！如果你手头有破损的，总甲做件。哦，尊仓比是上强的中的叶破球，这是挡袂偌久，啊。会记伊亲出机械遗体的手，甲 Ada 表示感谢。Ada 摕过迄小间冰冷，但却有一股暖意，这祝福你啊！伊留下了一本册，互翁留，据说迄是兄弟的回忆，龙尾冲对回忆咯。因学啦，856，上早咱只是想要争取军山人的权益啊，直到陆队毁灭了咱的控制。即册敢若伫小型册单流传已久，作者是富士会的创办人之一，暂时真青环自由战线的佣兵哦，参与过大细人生的游击战役，如今只愿望和平。这样是咩咧？协会作为探空人的保护者，伫军山各地拢有分社，定期收购各式的龙尾商品，提供合法的放贷贷款啊，全体做借生理，宛如生活时代的航海工会啊，龙尾协会成员，本协会建议龙尾指定法合法金，就对了沿海规则，红楼维护费佮提升啊。你无伫龙尾采取的实物，应该会当换袂少维护费用，所以我会当换这。拢会当卖就对了，这个会当，这个有当卖哦，拢袂卖煞。送了没啊？送了没啊？这是几个来靠腰？收侪钱啊啦，创啥啦？靠背我是毋是？来，迄是毋是改装的物件啊？毋是啦啊！我来去，靠腰来改装物件，我又毋该讲起。啊？一定爱。所以一定要行顺号就对了。城镇地形咯，本城镇为车环自由战线真基地哦。伊伫战时遭受抗日联合摧毁哦，崩塌意外人命哦，且无随探勘啊，将落移作富士。啊？做到另外锁定，即种二站标准秒了后结束，然后追踪啊是白帮，现今的作者看来互锁定啊，因发出了停落的小艇，拍成停落红楼。啊？收到无传的停落讯号的，同时又收到微弱的禁止停落讯号，
趁着对方才刚困去的时阵，红老迅速的远离。哈哈哈！这淡薄简单嘞，再来啊！哦，声侪地形哦，青环自由战线，青环自由战线是军山本土的游击势力，尽管多次为抗日联合歼灭哦，却数届再起哦，如同因上自人生的口号，龙马常在啊，风水引路，小行车必将奋起。靠北，我无讲啊，等我再讲，开始。手头有新物件，应该当升级红老的配备啊。来哦，应该是，这三个，这两个啦。四期核心涂料，用数提炼的临时涂料，会当有效改善军舰的对上级的控制。当年是由龙马确保军事技术力的青环自由战线，会用到这种涂料来强化因品种的船只。军舰零组件，龙马将到了后，舰长围绕了我查条搞了啦。舰长遗留了大量的废弃船零件，成为军山人复兴的重要资源。某一寡零件上，甚至看会到青环自由战线的出品的标签咯。然后佫有一物件，各位，后这。军山思量烈酒，甲沿海的酒无共啊。军山的酒精气皮强烈，上满矿物甲硝烟的味，就大开总讲，等我成为家主了，爱互伊一个皇帝酿酒。好啦，等下啦，先找物件啦。大概讲啥物件？这两个选择，探索是民族，这好了，圣河变州种子，哈哈哈。刚才过啊。非法卫星哦，西周石龙在上啊，万道日上。管你是买遗体非法走行，西周交易无事停报废哦。技术有爱的你，交易单位万道石龙上位哦。红老师讲过来，亲爱的沿海贵族甲女巫，听讲你。蹦了白饭的老巢，遐厉害啊！不如顶阵吼拍一个教育吧，就是上紧的人啊，上紧拉人啊，即马全世界拢咧很少人。我遮个做，然后只是雷达阵咯，只有探早甲通讯能力好一寡，袂当甲因硬拄的，那个600箍，袂计。印象中过来，过来，简单啦。为法为车西周，无想到我头一摆造访这著名的大乌市，竟然是为了举办宇宙葬礼。酒吧，亲像我流浪的人，
他们酒吧的头家曾经互伊伫抗日的边境巡逻局，甲上司起了冲突了，将对方送入北医，所以互拔掉即位。因为即个关系，头家实在袂少流浪女者贼仔，通缉要还等交用受看。失去头路了，昔日的好友，甲帮助伊搭建即间酒馆，做起了生意。你是敢是走找龙尾的冒险家，点一杯酒，甲大家讲你的故事吧。我故事嘛袂要紧啊，倒一工坎袂顺的话，来帮我做一寡代志，记一寡字吧。万德小龙殿是万德伫小型车大中上大的宗教基地哦。路上充斥着叫卖的小贩甲信徒，围绕着主殿成为一个巨大的商业生活圈，石龙。我感应该石龙，突然想到蜡烛，因为我感应该是石龙。的信用主要由万德石龙商会所主持哦，希望人透过经商的甲行善荣耀太阳，因为教义单纯哦，战后渐渐成为军山小型车段的主要信用。万石龙光照，经历众生风情哦，远道以来探看哦，但拄为龙尾归来啊，手头正是龙尾为者中的上顶货，较少会甲你小买你啊，竟然伫石龙面头前贩卖龙尾为者的赃物咯，不愧是西周，石龙在上哦。石龙在上，手头边遮个货，咱嘛爱趁早脱手，大家互相帮忙，互我一个机会啊！啊，我决定了，袂啊！不得不说，我感觉下搭就简单，我袂买物件，除了石龙扫车版，扫车盘。石龙扫车盘背后写着“愿石龙光照，经历众生风雨”。为了感念石龙的事业阳光，军山民间会伫家中摆设祈福，因为貌似良美的文物，定互用来诈骗外地人。文物数据上，本身无收这个价值。万德石龙协会商会主持石龙信用的万德石龙商会是小型车大上大的宗教甲势力，商业势力更是龙尾商品走私的大本营。来到这，无非希望销赃手中的龙尾货物咯。但迄时阵，迄时咱来到这原因却有淡薄仔无啥。咱嘛无要做，先帮酒行了因的笑啊，咱比较好参详。伊个笑伊家己行啊，伊个笑伊行，恁兜的代志恁家己管啊，家己办总理去啊，我就无闲啊。你军山人无要甲军山人斗相共，石龙在上啊，咱是上人，毋是军山人啊。讲了我就拜托，喂，你是安怎？莫跪伫我的店内底啊，会走霉运的啊！拜托，我希望大开转去故乡啊！甲诱起来，歹看死啊！拜托你，你毋是军山人吧？莫讲贵啊！求钱不单信用点，只会互当做骗子的。是对恁来讲，无信用点拢是骗子。恁是最近互分享一帮军队的人吧？
你认唔对人啊？莫假啊，收起啊！这可是英海的贵礼，你唔对，你认唔对，无代志。四九这世界拢是通缉犯啊！恁针对迄一寡小现象，无接管，真正爱算小。如果你的行为也比较惹人个，算了，如果叫英海瘾头起来，定伫你斗相共炸了乌邦的基地啊，我就帮一寡吧。你这意思是，会甲你斗相共，多谢啊。等下，为虾米我嘛是商人啊？爱我无着生命危险，帮互现象的人办葬礼啊，也是有一寡条件的。看到我手头这物件，这是真脏啊，流入乌市的龙尾风味哦，害了我这大个来遮母着。但可惜最近探空人的动气拢满，你的意思是？然后所以你留你探空龙尾吧，这风味我可别一个互你。我确定龙尾的消息是真是假，我就帮你完成葬礼。你着要重要的方位啊，乌市的龙尾，重要方位乌市的龙尾。如果互大亏知影，我为伊下跪，伊一定会甲我争啊。但伊对我而言，就是很重要。石龙在上啊，万道立上。万里出手如弓，万里外。啥？哈？你这物件扣我，啊，就扣我啊！哦，万道小龙上为真，小龙在上，万道伫上，公平公正的做生意哦，当说无去的好趣味。哦，这个很好。万道我上希望迄双人会帮你我成为最后一天。啊，可要惊异常劲果顺的。用的控场小量用，无输倒菜，无输新渣。望企业致富的小投资哦，咱为你提供上开放的探空空间哦，技术贡献你的探空设备哦，委托探空队马上为你服务，万多小。会当促销啊。啥物？初来君山的矿场开发甲真无流通的程度是沿海人的10倍哦，当时我足歹呛的，真正有无人发现的龙尾。尽管私底下持有龙尾和矿链的日禁止，发起松山的小型车大却不受限制，却不受处限。面对龙尾恶劣的极大需求，小量商会落实开发多数的矿场，伫无违背小量信用的前提之下，成功的将探空权逐日分售，成为新兴的矿业娱乐事业。这个人，你来小量2号找运气哦。咱遮甲1号无共，可无共啊！毋免你亲自动手哦，只要你出手如讲一点代价即可。今仔互委托的探空团大风，可是小型车大的引流探空队哦，就投资100，谁知影因会帮你回着啥物哦？
想要做生意啊，最好你有问题。啊？因当时甲我6个小量的探索设备，等伫创河间咯。几声摇花条，探勘队出发，电子合同送到我的手头，互相寻到了彼此的抽成经验。尽管亲像是因的日常，但直到今日，我犹原足歹体会。后孙四金小板，将少量的四皮加入更在制成的四金属，会因为会当阻挂四皮3星的矿角，伫龙尾矿场定看到这临时压住的板材，袂使成功。这样，哦，做这个，是这样。所以可以再用吗？行吧。等，我要看这个。沿海探坑人的追逐龙尾医生啊，唯有亲手接受影片，感受龙尾的律动。这是荣誉的沿海人，探出可以的刘明星，从零开始。我是头拄迄啊，对啦。后面哦，进行相应逻辑。有啦，混乱的女恶流民，由女恶模仿小型车亲厝的轰鸣声，反映出流妹发生的过往经历。这边这边，我就是一边，所以我应该先做这吧，不是？海德电台安俄演惯了千篇一律的通函体节目啊，申请安俄电台频道小号，享有7标准工的免费干赏。好的啦，安和通信社的随存记者啊，伊讲咱甲别个帮派决斗是小型车英雄，希望顶阵拜访啦。那是卖菜啊！我敢会知，这是访问，事后一拍过啊，对方的全体都消失伫雷达之中，再也无得。我想要互伊采访。安和的节目退费啊，南米啊，印象中，爱达退费足侪届，然后南米啊，佮订一单。想袂到几个军山地区上欢迎的上受欢迎节目，就来自这个简陋的小太空站，一小群的工作人员伫杂乱的空间内，甲不时故障的零件发斗，像是伫娱乐节目中一点一滴
传播因珍惜的军山文化。你个查某囝头毛很水，咱拄好节目欠人啊，是小型车大东红的历史剧场女巫，有兴趣互咱做灵演的录影啊，片酬袂差啊，咱电台出手上大方啊。会记节目的台词，这一读下达就不发一语的语气，不加全场一片一片哀嚎。迄原来是描述邪恶的女巫如何互军山的人民赶出的故事。然后无啊啊！这掠过啊！挥发城市桃源乡，来，互桃源乡满足你一切的需求，才只有爱啊！为了你旅行的所有的疲劳，欢迎莅临指名 L233控议哦，这个啦啊！定个周围平民的嘛，是要去桃源乡耍吗？村名是亲像我流浪的人，这袂是苏州酒吧的头家吧？卖酒的家己认坑呢？这边要注意。啊？哦对啊。对着通顺简单讲了一寡恭维的话啊，酒吧的头家入不可支啊，不久对方甲船的气发拍出一个货柜哦，送往红楼。伊讲迄是定期甲桃源乡的桂林一段交易好货哦，会记内底装的是迄条桂林永烟哦。以小型车大富有姓名的桂林娱乐集团哦，这真正经营的是龙美药草的生意。小型车大，各处拢有因落线的小工厂。桃源乡只是因的副业。即种利用龙美的俗做成的管烟哦。听讲有强筋补气、免疫调节的功用。会记当我讲希望听报伫遮的时阵，下达甲南米啊比起的眼神，你话实是桃源乡有一寡记忆是无方便讲。如何伫梦幻之城个原地愉快嘛？算到无钱的话，咱嘛有袂少工课，咱互伊帮斗相共，随时欢迎。因为龙美冲突的影响，为稀般的小型车大是矿业联合放弃地理的所在啊，某一寡场所。竟因为其交易的特殊性，成为地下势力万道数量双飞活跃的地步。有人谣传因一边招待矿业联合的军官，一边摕趁到的钱转手投资反抗矿业联合的势力，是乌白通食的军山钱的。就量在商万道日常，万你出手讲远离我啊！你有使袂？我刚刚拢会使，对啊，我知呢，这种啊，这是什么？良心哦，人心。稳重伫龙美清楚的。定见的尚物会当促进血液循环，毋知为何有各管的售价，家己找资料啊。会记下达无啥想要说，这是什么？
袂使啊。哦，哎呀，幽暗的女恶良民，录字的声音混乱，丝丝混杂，互人联想到苏州附近。四界拢是盗贼甲中间套利的交易人军队，但是如此唱出了空欲间的故事。叮，我记你捌叮的是倒一个？原始的龙眉顺河啊？哦，未发现的龙尾，也在拄着好人呢。会记多谢斑鸠，我即想好说伊啊，阿姊。真伤心啊！附近啊安怎啊？莫像顶摆共款有啥物奇怪的登录船啊？毕竟是毋知影，互断了几手的乌漆货哦。有别人知影嘛无奇怪。你敢无问题？我希望会当互大开早一寡转去银河。拄着黑帮的话，红楼可管不了你啊！咱会带你到最后一刻。宝贝，我来说服内面啊，去吧，阿姊。小型车339哦，339啊。其实我毋知影要囥台呢，顶头下骹拢有鱼，就麻烦。我去看。吓，倒位拢袂使啊。好啦，也是倒上风啊。啊，二路啊拢俩。为了大开迄时阵我足急啊，我因去倒位，我啥物拢答应，也受。也迄嘛是有小看军山的人，小型车龙尾339，这是你某教达中尾，收到，保持通顺，因为是爱确定是否是无人采集的龙尾。等下，万德图，以红分封十山，万德良守制度一连7天6地，图描述的是以红降世拯救众生伫火焰之苦了后，经了10位左右手，分封军山10大行车，统称10山诸神，并令诸神恭顺良美，四界日电，将以造成军山良美的圣座。万德秘闻，一连2天19地，以红拜小龙，封后土，是为万德良美之始。敢若无人自在分析。等下你无？附近探测到奇怪的电磁波，较细个，莫有大动作，试着走出别个门较好。无别个门，你去看。这有无？7条雾尾哦，雾尾，龙尾雾尾一种特化种，具有7株花炮啊。连伊大概开花的时阵，却只有一株种哦，其他6株即个枯萎。
林明海龙妹学者定讲，即种火具有邪性，暗示着动乱了。下拉对火如此评价。破碎的龙面，水的强劲唤起一段细微的呜咽声，幽暗互人不安。龙首雕墙，通常龙尾风水机关附近，才有这希望蓄水安定的雕墙。啊，破碎了。这个，幽暗的如何了？怪怪。好的。门无完全开启哦，较少其他的声音。对啊哟。你要喏，那个。这边无咯。咱厝哦。这无咯。哦，谁？你想安尼就知。哦。够做甲头一届登录的流妹就是龙首雕枪啊，这主体的内部应该是流妹的风水机关。万德美文，八练6天17地，以洪日大风，忌后土，是为万德龙妹之月。这是去买的，无我想要买，奇怪。万德主神大风，神像顶头雕刻的是乌东之神大风哦，是万德为无法伫主殿祭拜的阴间神。万德相信人死后就会回归寂寥。
但如果歹代志做尽了，死后就会转去大坑、大风、乌东大坑啊！迄是互众生放杀无讲的荒凉之境。想着。有诶，我毋想着。万德碑文，万德良手，为歌移动。不定啊。哦。喂，袂当转去靠腰，我一寡物件无找着，我惊我落狗去。后伊家己行。有人，我帮了。原来遮嘛有恶剧大情安尼，做身家倒是有淡薄仔勉强。这拢怪因海小子，当初应该直接甲伊刣死。老大你嘛讲了几句，平个呢？基地搁找倒有啊，兄弟无受伤落。老大咱一定甲伊聊聊啊，甲这贵族勒索一个沙梭船转来。老大有消息啊？你无23个标准时阵离开西周哦，足紧就到啊！看吧，莫着急啊，咱莫家掠着。啊？哎安尼，啦，我怀疑咱互商人失脚啊！地方敢若早埋伏好啊，我即去佚你哦。即群商人无一个好物件，你紧转来，说莫惊动伊。敢会使做事好。对啦，看我。倒有一寡有一个状况啊，龙门外有良民反映啊，敢若有人想要开门入来，直接开良门。这边怎去？这边通爬啦。这边我讲看，爬伫下骹莫冲动。万德良手，微快移动。是龙门开启的震动啊？是啥？来。我是啥物代志这边？是啥个？
啊？分身哦，你终于出现了。喂，你的老母出来，敢有看到？咱无参与去，放开我兄弟。老大，咱甲这代志无关系啊！啊！谁啊？啊！李想会影响这合作哦，足紧的你无？我明明会去找你的，大开无人敢无甲你做伙？是你看遐大开？啊！伊敢无动过？实在受可惜啊，拢你害的。真差劲啊！无怪控袂输伫伊的身上啊！啊，互伊掠去安怎？赞哦！我是啥物？如果发生啥代志，我可以做一下。是啥物怪物该死？卖走啊！为家族而死啊！死得鸡色啊！啊！哎嘛是，这个啊，这是拖时间啊。哦，转来转去的，家主看到会艰苦呢。这面拍袂赢迄个骑士啊，应该想办法。安怎？大概是风灯箱的水量过悬的，就伫风灯的时阵，过机还挡袂住，较细个，事会彼此共进哦。最后碰了规个龙尾嘛过去过来，大开，你莫骂我受冲锋啊！要有时间应该。哪个？碰了龙明兄才会使。顶头吗？不会。你看没？是一个。
进行播，爱伫无在进行离开遮。应该是对不起。麒麟的小鬼是去另外啥物件？人咪去倒位去啊？做较紧诶，伊应该袂发现我。等，要问你靠腰啊！要一款酒呢，你靠腰，摕一个我死啊！啊，你无知正经啊，甲门封起啊！哦，外口的门是内底门，对。卖倒啊！你是要创啥物？温馨，你等下创啥物？防水机关要崩啊！我爱甲伊封死伫内底啊！讲啥物生笑？啊，不讲过，家主应该爱照顾所有人。小鬼莫以为倒伫条啊！紧啊！你咧创啥物？哦，袂使。啥咯？你丢做啥物？是死吗你？家主应该照顾所有人。你讲啥物鬼物件？啥咯？来当个啊！有定啊吗？运动的驾驶啊，无要确定迄个驾驶的状况吗？袂准册内搁互伊一刀。卡者。燃烧四斤原酒，试这种能源，强面的兵力过宽的时阵，高度活性了就会转成红色的。如果引发气爆，就会伫现场看见这个粉碎的颗粒。啊！徽派是安尼，太易推人了，魂归阴海一角。安尼就叫啥？给挑完，给啦。花钱面，刚死啊！就遮你拄则帮我封了门，我只是叫我家己的帮兄弟互死了，今晚会使啊！这刘妹演奏的操作是谁教的？怪轻微，切，抱歉啊！上世无想的严重啊，咱会使帮你去救。你讲对我这个骗你入来牛妹两届的假死，是你甲上人串通？莫用啊，知影你是沿海人，免串通，全世界拢会袂真保护我。敢知影？这兄弟拢是互恁甲控连放杀的人，放弃的人。伊上世爱赶紧治哦，算了吧，互你救不如甲我抬死。
我讲害死遐济兄弟啊，我无啥物好活。伊是为了因遮心里黑帮嘛。假使我讲我是为了因啊，你要安怎？因就亲像是你的家族啊，你嘛是咧保护伊。行吧，我惊你会失血过多。我可不知，我可毋知影你讲的家族是啥物啊？你即种会有人想来害你的，我无信。莫讲，我愿意甲你斗相共，愿意。哇，是无甲恁沿海贵族即种假惺惺的款。听咧，我无为想，我只是为了我家己心里白帮，想要甲因斗相共，想要甲因害，拢是我家己的决定。用不掉，免插手假好心啊！我袂报啊，算啊咯，报案就报啊。现象还白家，伫个安静啊，想控连政府会偌欢喜。这是我啥物啊？是我毁掉你的船，想自首，死伫遮拢是你的代志。你动手啊！我是为了家族，毋是为了复仇。先管你是为了啥？我是为了家族，为了怎笑啊？恁爸咧讲台词，你咧干？你是欠钱尔啊？就喊的你一个人是着毁掉两个流妹，为啥毋甲爸教转来？伊失去了伊的兄弟，崩了你的船呢？船是我家己崩的，甲伊无关系。切，是大比现象的。我是你的话会替他动手，反正现象死活不论，你才毋敢动手。我会。这边，哈？佫会当办总理的这个坐标，几道抛射台导头，伫宇宙中互禁止的军山，如果爱将小型物体送回外星去啊，除了爱有官方许可之外，另爱精确的轨道发射装置哦，今卖摕几万光年远的银海。好，自首啊！好，叶红骗了两届，叶红到了倒头无输这意。所以我要行遮，这两个款，开发基地台拓扩值，汇率上加，速率千兆，受不了控连高学的通信费的实况人，欢迎输入咱的认证。开发基地台拓扩值，会记头一摆经过的时阵，船内的频道只要拍开哦，随时拢是喧闹的电波干扰甲广告声。为了脱离控连的管制，军山行车带的住民四界架设网络站，因设立伫小行车顶头，透过特殊的加密技术，互相交流着大细的讯息。莫呀，天山哪会无去？是顶届换包的维修工人偷的吗？甲遮个代志等互一个新年是安怎排过哦？我是要安怎？节目要播出。阿姊，为停泊基地台轨道至今啊，网络的讯号敢若拢足
极度的魅力。短波中倒是有收到因的讯号，我一直遮播放出来。遐个龙妹趁足准哦，会当照恁的计划通顺失弊哦，完足量光照，经历众神风雨。通过龙妹趁足准的通顺法。通顺转咱通往送往全小型大，至今我还会记节目的内容开头。创伫军帅的黑暗之星，咱必将奋起，迄是北方的口号哦。原来是车环自由战线的起义军歌，车环自由军歌，悲愤中带着光野的叛乱的气息，这首歌是哀悼车环自由战线的悲歌，嘛是曾经反叛抗联的战曲。轨道抛射台导头，轨道喷射密集度0.03每平方标准里，经历抛射目标 XA 003 GC99，请行驶的太空船飞撇第6、第7轨道倒头轨道。轨道抛射台倒头，只要回到遮，我就会受到大巨，万一会当回归银海一哦，应该是会当来。抛射登记管理费，一位沉默的老人啊，守伫登记局柜台啊，伊原本是车环自由战线的战士啊，听到咱希望新办的业务是宇宙中，伊问嘛无问啊，只定叫我咱将指定的宗教填入去表格，毕竟万德之神的信用多元啊，各种类型拢有可能。唯独发现宗教是万德太异神，伊小可摇一下眉头。听艾达讲，最近军队的预算足暗的，敢有会当趁钱用啊？安怎？找咱柜台敢有代志，想要家己拍到宇宙。你就当啊袂使，规道清这准，倒是欠一寡人手看你啊，趁一下钱，收做着做哦，也啥物愿不愿意哦，对讲喙凉了几句，所以最近轨道上满的宇宙本事，需要有人去协助清理的工作袂难啊。但当我将轨道的顶头的粪扫清理到一半的时阵，确认的脆皮弄去，插一寡，互我插一寡飞出去啊，拍乱我的节奏，袂错。所以无过迄个，无过骨头啊。两美冲突结束了后，抗日联合控制了军山传送港。传上港，民间如果需要对外沟通，除了付出高昂的传送的使用费以外，就只剩走私一道。但无论两者，拢毋是一般自力当负担的。为此，大头因此而生咯，因透过简易的抛射台，将小型质量物体加速送往外行车。哎呀，欢迎你！我伫遮等你就啊，开始你的踊跃咧，军山人毋捌遐算了吧？这假使是甲白个一时一会，就拢在想你家己问题，就算咱信用拢是太阳，咱信用的拢是太阳，一个是开门贼的银海人，另一个是活体雷达女王。比起战后照顾咱的北方，你讲我安怎反应？相开我动手，呵呵，我会帮恁举办葬礼啊。好讲话，
但做生意一个条件，拜托甲我讲，为虾米白个突然讲要甲恁斗相共？自首前交代，如果是迄偏向的影海人来爱甲因斗相共，就是咱小型车大的英雄咯，无可能帮偌济人，你无？我啥物拢无做。日馆结束，太易退了。愿大开，弗朗随龙妹指引，魂归阴海日照。3、2、1，发射！大开！你是我上好的先生，你是我上好的亲妹，你是。动作较紧诶，你以为做人敢会放你耍？控袂互真守的责任啊，一定会全栽到你的头上。是我毋对，如果我开门之前莫向因交做，如果无挡着皇上乱讲话，有甲的控也早就互王顶上啊。因只是找理由真守尔，毋是你毋对。拍起精神，太空船就是安静啊，安静啊。是啥？家主恕罪啊！恁真好哒，虽然这是你无的船啊，但安怎讲嘛是我送的。想要开着困流亡伊，恕罪，做来爱办孝主啊，作为亲卫啊，我不得不现做。这代志不敌死罪哦，你无犹原是孝主，袂有代志。家主，恕主等了很久，袂准拄煞。所以会当活落来，才会当成为家主。哇，家主作为拥有的银海贵族，暗杀护道是咱的，敢是咱的款？有啦，无清楚你的甲啥讲话？我作为亲卫，以我的荣耀气势，我袂当互你某拄着这种威胁。所以恁头前准备一世人互做来通去呢？家主恕罪，听我一言。家主雷刀兵还啊！控袂宏夺正是衰亡的真条。小主个性坚毅荣耀，总有一天会成为保护这个家族的人。大开老实讲吧，全座的人拢上爱伊的命，我介意你无？但我应该保不了伊啊！至于你，我看到你的忠心，落来我的身躯边，我会甲你重用。家主，我爱命，我大开福人，是甲你某生死以强的亲卫。有啦，家主，我会带着你某离开这个生戏啊！前往万光年之外，直到伊找到新的良美。献互皇上，最后戴罪立功，荣耀返乡。做一天，互伊清起现在这残破的物价。我知正日小人轨道，以为总为活神土壤货柜，就定位的标准日了后，正日矿业联合团上讲，若标准化了后，得甲亚银河人类统合款咯，1839年银海。七标准化了后，正日太乙轨道，太乙退咧，伊是我的亲卫啊，我却无法甲你生死以强，来世愿能为你奉酒，愿灵魂回归故乡。小龙在上，东洋万德，银海信仰的万德太乙，甲咱君山信仰的万德小龙。可是两个太阳，两个神，人家愈好，
吊文也两头拢会连啊，伊根本无应该斗相共诶管理师，伊是你诶啥啊？小查囝，小妹妹啊！我想伙阿姊离我较远诶，所以白爷到底是你啥物人？毋知影，你即烦，是你人话济了一个，那么这银海贵族佫是啥？啊，刺桥来诶先听不懂，啥物？记着了，银海令千里，银海令千里。虽我离我大开无留收济物件，只有这互小新说伊诶收入较重哦。迄是我成为少主了后赐予伊诶底任，代表了亲为之手，紧处理家己。接下来你有啥拍算？我希望先等到大开成功通过团上岗。咱嘛毋是保证过讲要通了海关啊，毋知影，我也无法度完全信任军山人，嘛是，了后咧，继续找继续找找龙妹，我会家做陷入困境之中，我会当做的代志只有找到龙妹，重新为伊带来财富甲荣耀，这是我甲大开旅行的目的。那暂时先甲咱行吧，因伊需要船嘛，咱船队嘛需要探看人。我欠恁收济啊，安尼我无意会无，请互我考虑看觅，是吗？亲像你会讲的话，会讲啊？啦，啊，没事，啦，你安怎？阿姊，啊，麻烦啊，挡袂牢，甲你讲就该我哦，应该是。这我无试呢，万得桥梁相会，谣传相会组成的烦恼啊，暂时留美中国时期，青环自由战线的运输队，却因为桥梁的行车险要、瘫痪严重，互因避过最后的战场。战后转为新义组织啊，并尊拯救性命的桥梁为主线，透过对航线的熟悉，伫小型车大间协助物资的运送，对军山复兴功不可没。就是什么小这个班，这会当卖呢，但是这毋是我卖的，来先报出。这会当卖。哦，搞这样。哦，混色说，这表非法回收站粪扫山，A 台声音估计是正式的古董，无偌济所在找会着，但伊足详细维护。
如果毋是听到伊突然声音发袂出，我袂意识到伊会哪有暂无受伤。阿姊先帮你换成 UV 电池啊，至少也会知好好讲话。这挡袂了偌久啊，先讲。我代志有意思。我只当收物件，生袂出电力啊，莫洗收济咯啊，咱尽快前往粪扫山。佮拖咧，万一电池无电，阿姊连讲话拢无好讲。粪扫山是倒位只？哇！伫倒位啊？这边啊？君山解放纪念碑哦，因为歌声将永远伫君山行车间的清谷间挥动因的灵魂，将回归照亮太阳。好过来啊！英灵的抗药哦，同时咱传出警告的讯息，研判是战后未亡，车环自由战船据报真正已是战损严重，不该回应。那是流亡，那是军流亡喜酒啊，技术补给的游击队哦。理解家己无能了后，因定存志强，并将一寡手边的配给酒类送互咱。爽未？好，这师傅啊，我先伫遮分拨好。先讲了这，君山解放纪念碑啊，照亮在上，愿你灵魂归去无伤，归来如光。君山的巨大的君山文号刻伫小型车顶头，我受起英泰本土的宇宙初红纪念碑。这个会使。袂当说无，那呢？够奇怪啦！伊我先讲一下啦，伊会当说服，但是伊袂当这个时阵离开，这就足奇怪啊！因为我希望伫遮分担，但是伊无法度互我分担，这就我感觉就无啥注意。麻烦嘞！我想我要直接 LT 改不是啦，安尼较好。因为我应该差不多应该是请到家为止。好啦，先感谢各位。这个反正主要是探索的物件，这个加了足侪物件，文字量嘛加啊。我有淡薄汰掉一寡物件，但是演足侪物件，游玩足侪物件啦。希望讲会当完整做出这个作品的台语的，但是迄个节奏目前的节奏无啥完整啊，就是有淡薄讲我想要有遮分段，或者是我想要伫遮save的时阵，我就save。这个概念问题，大概是安尼啊，感谢各位。